都不记得了。所有人都忘记了曾经发生了，真的要妥协。上班摸鱼，下班躺平，年纪轻轻你自我放弃，就是你这样的人在毁灭世界。别的呸！只要你听我，可以在24天之内达到人生巅峰。不要说脱口秀，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呢，那就别吃这么多盐，你吃点饭。鸡呀！我有我自己的段子了。我妈打完我之后去看了自己的手术，我变强了吧？我喜欢说脱口秀，它让我觉得我在活着，它让我觉得我有价值。他在讲你话。签了这个退赛声明，这都是你的。24天走向人生巅峰，你没跟他说人生巅峰后会发生什么吗？根本就不是给我实现人生巅峰，你是把我等到人生尽头。你也不记得了。我没再见过主任，也许他已经带着仙人球回管理处了吧。要是做梦呢？